由輝志陪同一齊出嚟。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行政主席許濤先生，加埋我哋舊年嘅冠軍古卓文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10萬蚊嘅支票俾黃波。唔知有冇留意啊？我成日幫人嗌好啦，阿波，你上前啦，嚟啦嚟啦！俾啲掌聲送我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局長，多謝主席。好啦，仲有10萬蚊支票啊！耶！你返個相先。好啦，阿博，你可以講下感想。你講下你嘅感想。我好想多謝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，俾咗我一個重新追夢嘅機會，可以揾翻我曾經嘅夢想，揾翻自信，揾翻我嘅堅持同埋勇氣。而且多謝每一位觀眾，多謝每一位鼓勵我嘅人，多謝每一位戰友，多謝每一位台前幕後嘅每一位。多謝大家，感激每一位評審，多謝，恭喜阿波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中年好聲音3圓滿落幕，但我哋每一個都希望中年好聲音嗰種不放棄、勇敢前行嘅精神，留喺觀眾嘅心中，鼓勵大家。阿古啊，頭先喺度搖張支票啊！其實好多人問我有冇中四，究竟中四幾時？喺度揈嚟揈去啊！首先好多謝各位咁支持我哋中三啦。咁但係的確大家上上下下都好辛苦嘅。中四馬上就會嚟臨，但係要俾個時間佢哋休息下，所以原本諗住咧。